中年好聲音3，陳子瑩心有獨鍾評析，經典演繹的傳承與突破。在中年好聲音3競演舞台上，陳子瑩選擇陳曉東的經典情歌《心有獨鍾》，展現出中年歌手對抒情曲風的精準掌控。其表現可從3個層面剖析。技術層面，陳子瑩運用紮實的聲樂功底，在副歌段落的真假音轉換流暢自然，尤其這份情你千萬別匆匆的長音處理，通過空腔共鳴強化情感厚度，但主歌部分略顯拘謹，呼吸聲稍重，影響細膩度，可能是選曲音樂與個人聲線匹配度所致。情感詮釋，相較原版青春悸動的詮釋，陳子瑩賦予歌曲更成熟的敘事感，眼神交流與肢體語言配合歌詞意境，將鍾情華為歷經歲月的執著守候，符合中年參賽者的生命厚度，但情感鋪陳稍嫌平直，欠缺層次遞進的戲劇張力。市場預測，此版心有獨鍾雖未突破原曲框架，但穩健表現，具備大眾共鳴優勢。參照節目過往評審標準，在選曲記憶度、技術完成度方面可達中上水準，有望晉級，但未必成為全場焦點。若能加強歌曲段落對比與個人風格注入，或可突圍爭取更高名次。縱觀賽制生態，陳子瑩展現的穩定性，在競演中期階段具戰略價值。然若欲角逐冠軍，仍需在選曲顛覆性與表演創意方面尋求突破。